它左右前后两轮都已经往左掉了呢。它不是只有一个轮子往外掉而已。如果前面车子那边的轮胎有一个一底的话，可以试着开上来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这已经整个一边都陷下去，要怎么开？而且左边已经快右边快悬空了。不晓得啊。调到。调到2个那个中间这个时间按给我一下。啊，你现在觉得不舒服吗？无。啊，你站不稳呢？你站不稳啊？对啊。我们叫119给你看一下好不好？叫119给你看一下啦。救护车啦，叫救护车给你看一下。带你去病院看好无啦？这张证件有开车还是怎样？对啊，开车啊，开黑车啊。对啊。他皮包里撞到。是没有撞到啊，就车这样子啊。他下来的时候有没有撞到？往左掉啦。然后他下来的时候就走路一直不稳啊。还要把那个。唔知咯。我惊你搁落落去。哎呀。都唔敢咯。啊，唔知咯，你有啥物来遮？迷路哦。迷路啊。自小客驾驶因路况不熟，加上天雨路滑，车辆驶出路面卡在拨坎，驾驶在下车时不慎滑落拨坎。员警获报，立刻前往处理，并通报消防人员及拖吊车业者到场援救，顺利协助该自小客驾驶脱困。